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台湾市开始有人申请菜价教育到今15年了。上礼拜，我们去到一道菜价教育的家庭，看到的新人的学习状况，特别伊能同家长的想法。其实一道非学校形态声音教育的家庭，请头拿统计唔系教育系制度，因为要升学的时节，除了课程按用嚟接备多的问题，甚至按用嚟计算、评价，也因素到讨论。2014年，如果实施12年国教委，用嚟鼓导体制又合乎菜价教育成人嘅需求同发展，本教育进行多年，家长、民间团体同政府应提脑讲，也进行系一条从南南嘅路。像这样傍晚社跟早上社会有不一样吗？阳光从不同的地方过来。还好，只要看得到都还好。啊，看得到都还好。只要看得到就好。对你整个社的影响。两日嘅凌暗，天时较凉，江云军贴片来看来参加公立运选。这个光线这样来 ，OK， 不要逆光就好。不要逆光就好哈。那所以跟早上社又不太一样。早上会不会有一点？早上有一点逆光。入而下建秀，持续公社嘅起立有安尼嘅水準，所唔滿難。暫時人過去係個菜價教育嘅學生，比一般成人更加有機會接觸無窮寬嘅體育課。國中嘅時，佢就開始學寫字，為下淘汰學，參加全國體專寫字優勝賽，得到成人組嘅冠軍。第一年還做高女寫字寫嘅寫獎。我覺得就射箭最好玩的就是可以瞄準靶心，然後那種放箭射出去射到靶心的快感。將時人嘅興趣當多，小提琴也係其中之一。目前讀輔仁大學3年生嘅張時人，是地講係台灣菜價教育學生當有代表性嘅成員，因為佢對教育部開放菜價教育，也就係1999年就開始菜價教育。今年佢關小3年生，為下一起到高中弄菜價教育。高中3年生結束了後，也係第一屆開放有18歲就適用同等學歷考上大學嘅學生。少年來弄當小嘅學校，暫時也唔愛冇同學，家長串聯其他菜價教育嘅生意，共下學習。我們有成立一個就是一個組織，然後那個組織就可以聯絡全台灣各地，就是像我一樣就是在家教育的有同樣背景的青少年。然後我們就一起組一個團隊，然後這個團隊我們可能常常去參加營隊啊，或者去幫忙做志工啊，然後可能去溯溪或做一些戶外活動，對啊，所以就說朋友和同學這部分，我們也有替代方案可以解決。安尼一路菜價教育到高中弄當順利，不過高中3年結束了後，因為冇高中學習，愛讀大學必須通過同等學歷考試，不過佢當時嘅規定。必須要有20歲正式的考。我那時候想法說，大不了就是玩2年，然後當個兵再去念書，大不了就這樣而已。所以我也沒有想那麼多，說玩2年會造成什麼可怕的後果。當然，這也沒什麼可怕的後果，就是玩2年當個兵，然後再去念書而已。對啊，所以對我來說是不會有我覺得沒有差很多。不過暫時嘅阿爸，佢當時唔係安尼認為，佢同其他菜價教育嘅家長，是佢嘅要求教育部將同等學歷考試嘅年齡降到18歲。一般的念高中的孩子，他們高3要畢業也是18歲嘛。那既然一般孩子可以18歲就可以考大學，那為什麼在家自學的孩子一定要等到20歲？所以我們就與其他的自學的團體或相關的團體到教育部去陳情，也開記者會，讓社會大眾、讓相關單位都能夠了解，現在有一批孩子他們在家自學。其實也跟一般體制的孩子一樣，他們也是為着他們的未來在努力用功。那是不是也可以給他們有相同的機會？為咗順應成人同家長嘅需求，教育部到2010年將報考高中同等學歷考試年齡降到18歲，暫時也順利通過，今年就考上輔仁大學。
不过高中同等学历考试，對到參加教育團體來看，並無利於參加教育高中生嘅發展。同等学历的话，当初规划是为了师学国民，而不是为了自学生。因为自学生他的学习内容其实和一般的学校高中或高职生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的同等学历考试只考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这5科，也就是说，它并不会因为考慮到說自學生他的學習內容不同，而會有不一樣的一個鑑定的方式。兩個成員也參加教育嘅前義講，同參加教育前亦有想法，也做當多事情。對2007年開始，佢自己倡連其他參加教育家庭同團體，舉辦一度發通也係記者會，為參加教育成員嘅權益來打拼。前義講認為，呢個同等學歷考試，除了考試內容之外，考試嘅時間也影響到參加教育嘅高中生。他如果同等學歷過了以後，他也可以考學測，他也可以考指考。那可是同等學歷跟學測是不一樣的，因為同等學歷它是考高中3年，那可是學測的話，它只有考高1跟高2的內容而已。也就是說，自學生必須要比一般的高中生，提早1年完成高中3年的課業。那其實這個對於正常學習是沒有幫助的，等於說教育部這樣子在10月要求自學生去考同等學歷，它其實是在扭曲了自學生他正常的高中學習的進度。在今年會公告一個新的法規，法規就是修辦法，就是同等學歷的辦法。我們讓這些申請在家自學的孩子，他如果有1年半以上的在家自學，等於他高中就開始申請，或是他讀了高中1年，想要在家自學都可以。有1年半以上的經驗的這些孩子們，原則上我們就是提供他可以直接，就是經過訪視合格，他們在高3那1年就可以直接參加學測跟指考。不過2014年12年國民教育就會實施，也就會就算參加教育，也必須有學習。既然有學習，就唔是靠同等學歷，所以呢項新法規也只係暫時嘅呢，適用到2013年申請參加教育嘅高中2年生學生。參加教育團體同學者呢下限較少嘅係參加教育國中生嘅未來。12年國民教育實施了後，國中新高中有75%嘅名額是得唔是靠新一炮。參加教育嘅國中生可比上讀一般嘅高中職，報名人數超過招生人數，就要同其他人搶下比試。教育部對於未來嘅參加教育國中生設計一套多元學習表現嘅計算方式，包括提示力、社團、幹譜、服務學習呢啲項目，唔過係呢套傳統嘅學校教育範圍之外。自學生是因為他平常並沒有在學校裡面參加學校的一些活動，那他其實在社區裡面有自己的公益服務，他有自己的類似幹部的，他有一些責任，然後他也有其他的東西。可是這些東西目前的超額比序的規劃，他只規劃到說一定要參加學校裡面或學校同意的社區服務。然後，那這樣的話，其實對自學生就很吃虧。如果說需要進到超額比序的時候，他就沒有辦法用到他其實長期以來投入的關心社會的一些活動跟內容。非學校形態實驗教育都已經有一個明確的法規來保障我們國民義務教育階段可以合法提出申請。那按理我們這樣的一個操作模式是政府的法規所容許的。所以今天當12年國教這個問題出現的時候，你不能夠這樣的情況下說好，那你這些孩子通通再回到學校去，那跟大家一樣的一個作息的模式啊，也去參加社團，然後也擔任幹部，那這樣子，這個就失去了當初政府制定非學校形態實驗教育的這個良法美意了。所有必須要仰賴在學校裡面所留下的記錄、成績等等的。這些可能在家自學生都未必能夠提出同樣的這些證明或資料來做超額比序的依據，所以這是目前他面臨的問題。所以在做超額比序的這些項目的設計的時候，就應該要考量到可能有這些在家自學生他的特殊性，有沒有可能有這個替代的一些這個超額比序的指標來作為這個依據。
这样他能够有公平的机会来参加。在免试的超额比序里边原则上我们已经请我们的县市政府针对第103年的需求去做一个合理的规范。我们觉得说，如果他没有办法比较的时候，另外针对这些可能用外加开一些缺给他们直接登记。教育部两项规划，考量到两下生源较少，遇到高中职还有招生无力嘅情况，所以增加名额应该唔会影响一般学生嘅权益。同时，菜价教育嘅学生也是在选择另外25%嘅特色招生入学方式。这2-3年来，菜价教育圈贴片闹热，因为生源面临平等入学、法令提唔到嘅2条问题，同政府单位争取自家嘅权益，甚至也开始讨论到公平正义嘅面向。如果要跟学校谈合作，比如说，是不是在学生都没有使用的时间内，我们可以去使用化学实验室，或是学校的操场，好，比如说要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有的学校就会要求你要回学校考试，那回学校考试就跟自学的精神违背了。因为政府每年花在每一个学生的教育平均成本是大概在12万。那从国小到高中，这样那个12年下来的话，就将近144万台币。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家自学的话，你1毛都没有。宪法虽然保障说，中华民国政府有义务要提供免费的国民教育给所有的国民。然后那个教育基本法也说，政府可以让家长选择他应该有的学习方式。所以今天家长既然选了在家自学，就不应该受到歧视。所以政府其实是有责任要来提供相关的经费跟协助，不能因为孩子他的父母为他做了一个最好的教育上的选择，而我们就认为他放弃孩子的权利，因为这个权利是孩子的，孩子要受到国家公平的照顾，跟父母对他做的选择这是2回事。你不能够说因为过去传统错误的观念说会选择在家自行教育的的这个孩子家里面都是中上阶层的，可能经济状况都很好，所以他自愿选择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所有在家自学的孩子都是同样社经背景高的。我接触过大概我自己估算大概700-800个这个家庭，少部分是蓝领阶级，可能20%吧。我这样说，我自己接触的大致上的比例，他们可能是高职毕业。等等，可能是做比较劳力的工作的，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可能也没有能力让他送补习班补到上台大、上建中、北一女，但是他们透过那个过程，人生的过程，他们觉得，如果我们没办法走那条路，我们不如培养他们在人格上。我们政府有充分提供正规教育的机会，就像12年国教，基本上对高中职来说，未来的自学生就能够享受跟一般孩子一样的高中职的学费的补助，所以他基本上在权利义务上其实应该是相对一个平衡的了。基本上他跟一般的孩子应该是享用同样的一个权利义务。那至于说是不是因为他没有享受这样的一个权利义务的时候，他是不是应该有一些补助？我想这个部分可能还需要后续的探讨了。教育无天窗，干那是得照政府嘅标准。菜价教育可能更加致命人才施教嘅观念。台湾是有人欣赏菜价教育到了下15年咧，不过到底还係少數，難免同教育體內有條爭差。雖然家長同政府攏hand到學習，完全搬下姿態，要國家當然跌當界成長方式。